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水晶解說系列。講起水晶界入面，邊一種係名副其實嘅終極鎮宅大師、風水聚財神器？相信大家第一時間一定會諗起今日嘅主角紫晶洞 Amethyst Jorda。紫晶洞喺水晶界一直被尊稱為能量發電機，佢唔單止係一件擺設，更加係一個可以幫你改變整個空間磁場嘅風水寶物。今日我就同大家一次過拆解呢個家居財富引擎背後嘅挑選攻略同埋擺放真相。想今年家宅平安、財源廣進嘅朋友，記得準備好筆記啦。首先我哋要搞清楚紫晶洞到底係乜嘢來頭。紫晶洞嘅形成過程非常之漫長同奇妙。喺億萬年前嘅火山爆發時期，含有二氧化硅嘅地下水流入咗火山岩嘅空洞入面，經過漫長嘅高溫同高壓冷卻，喺岩洞內壁慢慢結晶，形成咗無數指向中心生長嘅紫水晶晶體。當礦工將呢啲岩石切開，就成為咗我哋見到入面閃閃發光嘅紫晶洞。因為佢嘅晶體係向內生長，形成一個凹陷嘅洞穴。喺風水學上，呢個就係最完美嘅聚氣聚財形態，就好似一個天然嘅雷達接收器咁，不斷吸收同積聚宇宙嘅正能量。紫晶洞，大家一定會成日聽到烏拉圭同埋巴西呢兩個產地同埋五行形狀。我哋先講產地，巴西紫晶洞產量大，通常體積比較宏偉，晶芽即係裡面嘅水晶粒比較大粒，顏色偏向淡紫或者紫羅蘭色，性價比極高。而烏拉圭紫晶洞就係精品中嘅精品，雖然體積通常細啲，但晶芽細密，閃爍度極高，顏色係極之濃郁嘅深紫色，甚至紫到發黑。當然價格亦都貴好多。形狀方面，風水學將紫晶洞分為金、木、水、火、土五行。第一係金型，形狀圓潤，好似個半球體，主打圓滿和氣生財，好適合做生意或者放喺鋪頭。第二係木型，直立修長，好似樹幹咁，主打步步高升，極之適合打工仔祈求升職加薪或者學生哥讀書。第三係水型，頂部呈波浪紋或者雙峰，主打靈活應變，適合從事流動性大、靠口才嘅銷售行業。第四係火型，頂部尖銳，好似火焰，能量最強烈，適合需要極大創意同突破嘅創業者，但能量較霸氣，未必人人受得起。第五係土型，四四方方，好似個布袋，主打穩紮穩打，四平八穩，最適合想守財或者從事地產嘅朋友。好多人問點樣先揀到一個極品紫晶洞？呢度分享四大等級指標。第一，睇眼緣同洞深。紫晶洞講求聚氣，所以洞穴越深越好，行內叫深不見底，代表裝得越多財富。第二，睇顏色同晶芽。極品紫晶洞顏色一定要夠深紫、夠均勻，晶芽要閃亮而且無斷裂。如果有爛芽或者崩角，就會出現漏財嘅風水大忌。第三，睇馬路邊同共生礦，外圍嘅馬路壁越厚越完整就越好。如果有白色嘅方解石共生喺入面，風水上稱為外來財或者大財氣，係非常之好嘅兆頭。第四，避開過度修補。紫晶洞背面有水泥加固係正常嘅，但要小心睇清楚晶芽有無被人工染色或者用膠水強行黏上去嘅假芽。講到功效，紫晶洞嘅能量場極之龐大，佢最無可取代嘅強大功能就係鎮宅化煞同埋聚氣招財。佢可以強力吸收空間入面嘅負能量，轉化為平靜和諧嘅正能量，放喺屋企可以減少屋企人之間嘅摩擦，令家宅安寧。放喺辦公室可以提升團隊向心力，化解小人是非。除此之外，紫晶洞仲係所有水晶手串嘅超級充電站。你只要將平時帶嘅水晶手串放入紫晶洞入面過夜，佢強大嘅共振能量就可以幫手串徹底消磁兼充滿電，一物多用，性價比極高。擺放建議方面，紫晶洞絕對係風水佈局嘅核心。強烈建議擺喺屋企或者辦公室嘅明財位，即係大門打開對角線45度角嘅位置，將紫晶洞面向大門或者窗外，可以將外面嘅財氣源源不絕咁吸收入屋。如果你想事業有強大後盾，可以將佢擺喺辦公台或者書台嘅正後方，作為靠山，幫你招來貴人扶持。但千萬要記住幾個禁忌。紫晶洞絕對唔可以正對住廁所門，亦唔好將個洞口直指住大門，咁樣會將財氣嘔反出去，同埋唔好放喺太低嘅地下。
最好有專屬嘅木座托住，以示尊重。保養消磁方面，紫晶洞雖然係幫其他水晶消磁嘅大佬，但佢自己都需要定期清潔。首先，紫晶洞有紫水晶成分，所以超級怕太陽，千祈唔好放喺陽光直射嘅窗邊，強烈嘅紫外線會令佢靚靚嘅紫色變淡。日常保養只需要用軟毛掃或者相機用嘅吹塵氣球，輕輕掃走晶牙上面嘅灰塵就得。如果真係好污糟，可以用微濕嘅乾淨布輕輕印下，但千祈唔好成個用水沖，以免積水導致馬路邊發霉。想幫佢淨化能量，可以喺佢附近點燃秘魯聖木帕魯山圖，分一分，或者用音叉敲擊，利用聲音頻率幫佢清空負能量。總括嚟講，紫晶洞係一件結合咗極高觀賞價值、風水玄學同埋實用性嘅頂級大件水晶。佢就好似一個全年無憂嘅守護神，默默為你嘅空間注入滿滿嘅財富同和諧能量。大家去揀嘅時候，放慢腳步，慢慢睇下邊個洞嘅形狀同顏色同你最有緣分啦。多謝收睇，對紫晶洞有疑問，歡迎留言話俾我知。記得撳個 like，分享俾想改善家居風水或者準備搬屋嘅朋友，仲要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呀。我哋下集見，拜拜。